习咧當到嘅詞彙，然後當記得以後，再過來就係記型嘅部分了。當卡地位度啊，有講到5月節發通表演相關嘅對話，今日就來學習兩條嘅對話，按樣板來講了。韓國客家採茶戲、爬龍船比賽、同花節兩條嘅發通，客家話按樣嚟講呢？一下按出腔下來練習兩條嘅記型咯。第二就係50參加過乜嘅發通？你曾經參與過什麼活動？我是參加過爬龍船比賽。我曾經參與過划龍舟比賽。你有參加過冇啊？冇參加過，冇相關。可能有參加過苗栗童話節。我是參加過苗栗童話節。我曾經參與過苗栗童話節。哇！以上兩條嘅節慶，大家有參加過冇啊？唔過今年東大賞嘅，我冇生意後就冇參加到呀童話節咧。明年聽錯嚟去看童話鬼片咧，拍攝嘅樣嘅，最近東獎錯冇啊？就像5月節強樣，唔過時間東夾啊，就來到嚟呀9、10月份嘅時節咯。9、10月啊，農曆7月有很多的禁忌，做唔得做嘅事情，另外保持伊個尊崇嘅心態、敬畏的心來普度眾生。中元節7月半過了以後，東家就係客家特有嘅移民節咯。唔知大家有參加過移民節冇啊？非常鬧熱咯。當然啦，講到9、8月啊，還有我中意嘅8月半中秋節。中秋節大家都會做乜嘅事情呢？看一講生日公餅，韓國有誒，也係台灣人最好嘅朋友。哇！真有動到嘅發通，嘅人呢就冇多講呢，夾出來看一下，也睇得落下面，記得啲討論乜嘅事情咯。